拄则我讲的日记，我阁会当阁延伸，意思就是讲，我若看着讲有人VTuber 吼，VTuber 就是敢若出声用一寡红仔好看的红仔伫遐去讲一寡少年仔可能较喜意的游戏生活中的代志等等。有可能讲无啥物人看，哪看拢无超过50个人。伊嘛有可能，若伊是用我以前的理路即个团队，就讲即就无价值，拢无人要看。我安尼做实在是了然。毋过伊若甲我共款，就是讲伊认为诚有价值，就算无啥物人伫看，伊犹原讲拢无人做这是诚有价值的安尼伊做甲足欢喜的，安尼实在是就足有帮赞的，因为伊留一寡台语的物件毋是讲古早话尔可能有较少年款少年仔喜意的虽讲就是即马少年仔可能嘛无去看，毋过伊就拢留落来有一天这就是有价值的物件，就虽然我嘛无定定去看毋过我知影这是有价值的所以讲我即马做的代志我即马伫学用诚济方式去学未来会去写台文的小说这有可能会甲迄个人、迄个团队做的代志共款无人要伊大家拢先看啥物较实行的。毋过有价值的物件就是有价值，伊若做甲足欢喜，讲这诚有价值，我就继续做安尼对，安尼就是我即马要拍拼的方向。我要拍拼的方向，毋是讲这科仔就诚少人我阁爱伫遐少人内底去竞争，讲我要超越啥物人，要互啥物几个大粒头去感觉讲我这个人是有看我足重的安尼足忝的。伫公司就想要互同事看我诚重，互同事看我诚重，这就有够忝哪会讲伫即个台语即个领域佫期待共款的期待拢无调整。其实这就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就是无需要讲要期待别人看足重你就知影讲这现处事就是无人会看足重。毋过若家己感觉做有意义就去做。爱练习讲家己感觉有意义就是有意义，这价值就是上大的毋是九色人讲十色话就是爱听别人安怎讲去决定。有的人拢连喙批、喙花拢凊彩讲的，安尼嘛甲我影响足大的。安尼我这个人毋是就是足简单就受着别人的影响而且嘛不时甲别人比拼若不时甲别人比拼嘛是共款的理路，就是茫讲互别人看足重的所以讲爱比拼若讲我比别人搁较敖毋过即种搁较敖其实是搁较敖，实在是家己心内有别人就是有一个别人的形象，讲爱安怎有一个建本，别人的建本因为咱无法度做家己举一个例，就是若讲即马大家拢做做伫铺拢足看重的人伊就无伫写长篇的台语小说我若讲心内拢是找一个建本，要甲人比较，看我有倚敬迄个建本，就是甲别人当做上帝
有我敬上帝即个形象无？毋是讲家己真正是去接近家己，是甲改变家己去活近别人，安尼变做讲，就是行原来的路啦，就只是讲伫咧公司工课做拍拼，甲同事会当沟通啊，人就是诚好斗阵啊，做即个团队，阁有法度讲，互即个公司的工课做顺呢，是甲即种代志换做另外一种，就是讲你有逐家认同你去一个读册会，逐家拢会对哦。你讲开喙讲台语，逐家就讲这足标准的，我爱紧来听。那我若去录一个影片声音，逐家拢要去听，拢听的人拢诚济人，这毋是共款的理路，这理路拢无变啊。我敢若是伫台语这较少人要伊的科仔内底，阁要拼出头。毋过共款啊，是在别人的在别人的看法，要争做别人即个标准所以讲，看别人伫做的代志，若讲我的心里想讲做这足无彩的，无几个人几只猫仔伫遐看，安尼就是表示讲我的心里还袂转势。若今仔日我换一个看法，讲这个人伊做伊感觉做有价值的代志，安尼就真正有价值。有人去要伊这，无要伊这，拢不论，就是坚持做落去，袂孤单。因为咱的一生中，就是家己陪伴家己上久，家己会当认同家己，家己会讲你有够贤，家己讲家己贤，家己学落家己，这是上长久，而且袂冤枉，嘛袂讲有诶，就是讲好运啊，拄啊好，别人拢是看着伊足用心会迄面，就是变怎讲，刀下伤会拄好，拢互别人看着，无就是拄啊好伊遮即个工课有足侪原因，互伊出头天毋过这拢是别人去注定。有啥物代志会使家己就家己注定就好啊，毋免外口讲即个好运啊，拄啊好即个顶生换一个就是足注重你会晓诶物件无就是讲伊足注重诶物件，拄啊好是你人地手头做诶，安尼这你就是爱外口别人，外口即个运气。你会变做讲，啥物代志拢是先看别人的目色，看即个环境的目色，看即个命运的目色，毋过对家己拢无交代，拢是为着要表现互别人看。所以讲我即摆会当调整，讲家己感觉足有价值，就继续做啊。你若讲即个有即个看诶人诶数量拢无，这嘛无啥，因为家己有看，至少家己有看，至少家己做诶物件家己知影，而且家己会知影讲即个价值伫倒位，家己上知影家己诶价值，莫讲连家己拢都毋知影价值伫倒位，因为家己拢是伫了别人诶标准、别人诶喙花、别人诶价值观，安尼就是一条歹行诶路，歹路毋通行。我即摆就是改换做别种路，安尼行看觅，就是安尼。